请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针对着立委选举艰难的选区，是用民主大联盟的原则来征调。讲台北市大安区要甲社民党的议员苗碰雅来合作。彰化县第三选区要征调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前总经理吴音玲。若新竹市要派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林志杰。 另外，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林辉环，因为卡到性骚扰假案的争议，退出到台北市立委的选战。即卖民进党来传出讲，有意思要改派到艺人鸡排妹邓家纯来插林辉环的亏。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因为牵涉到性平风波，后将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环宣布退出2024立委的选战。沙拉个到底是谁要代表民进党投入台北市中山、北上山的选区呢？即卖传出，包括民进党性平会主任李安勇甲艺人鸡排妹，拢是可能的人选。我一样是维持我原来的步调不会因为今天谁来谁不来而影响我的一个 tempo。无论是谁做你来。 严格才投入立委的选战，第14天就退选的林辉环，这个决定嘛，互解释做是为两赢性骚扰争议紧急来指挥。如今民进党民主大联盟的提名策略嘛备受关注，所以个估计又搁有新的人选出炉。民进党的赖清德主席提出了民主大联盟的理念，这个民主大联盟理念与我曾提出的非蓝大联盟是不谋而合，而现在我准备好了要前进国会。 台北市大安区林爷决定和社民党的议员苗碰雅来合作，对象国民党的罗志强，伫彰化第三选区甲新竹市征调前北农总经理吴音玲，甲阳明高大法学院的特聘教授林志杰，对象现任立委谢依芳甲郑正乾。一个台独工作者，请问如何做到和平保台？赖清德主席的谢依凤是不是比较？ 可以实现你的和平保台。只是这嘛，后民进党原本要上任的人有话想要讲。因为毕竟大家原本很期待明年可以一起代表民进党来拿下大安区立委这一席。老实说，我现在的心情有一点复杂。 商讨共识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采取党对党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不便这个擅自跑去跟我们有党的其他的非常优秀的这个政坛的同仁来这个私底下讨论这些事情。另外的民主大联盟要争取更较侪朋友，严格嘛爱想办法将党内问题敲好平。 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